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又係我 Irene 同大家講座的秘密嘅第9課導讀。第9課嘅題目係順應天地真理，送出真誠祝福。為什麼會有國家去搶奪其他的國家？因為土地貧瘠，種不出糧食時，就試圖以掠奪、佔領嘅手段嚟獲取。但不知你是否想過這個問題？土地不肥沃，作物收成不佳，是不是因為正能量不夠呢？當正能量充足時，土地自然會順勢改變，利於農作物生長。地球道場上嘅人類時常不明瞭是非對錯嘅症結，總相信自己嘅思維判斷才是正確的。殊不知，宇宙天地之間，天地真理喺大環境中不斷地運轉時，許多事情並非無法轉換，而是仰賴人類是否會取材，善用這項方法嚟落實天地真理，將原有不足轉換為富足，獲得安樂富足，自然比較不會憤世嫉俗。當人吃不飽、穿不了暖嘅時候，就特別容易誘發兵荒馬亂嘅場景啦。當某些地區因為土壤貧瘠、缺乏石油等自然資源，便大舉入侵其他國家，事後才發現石油產業也是一項大工程，需要鑽井嘅技術作為後盾。喺天地宇宙之間取得看似複雜嘅石油，實在係輕而易舉，只要將能量重新分佈，原先缺乏石油嘅地方也能產出石油。然而，這些說法未被科學家證實之前，都稱之為天方夜譚。但係太陽城德導師要告訴普天下嘅人，並非人類不知道，或認為不可行，就代表不存在。一切都係由能量所主導，能量係天地嘅祝福，唯有天地嘅祝福，才能夠真正獲得正能量，否則一切都係緣木求魚，到頭來又是一場空。明白世間一切係能量嘅幻化，想要世界無災無難，沒有悲哀，沒有遺憾，沒有任何不圓滿，只要你我他能量強盛，就有可能讓世界太平。既然如此，我哋更應該藉由《超級生命密碼》一書嘅廣傳，喺最快嘅時間內補足原先不足，運用超級生命密碼基本禪修步驟1、2、3作為實修實練嘅根基，將執行推送祝福行動大力推廣，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裏邊。喺呢度，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第9課就已經導讀完畢啦。咁我喺呢度祝福大家事事圓滿、幸福圓滿、美滿。多謝大家嘅收聽同埋聆聽，我哋下一集見啦！